220萬做業主買青衣366尺全屋靚裝修開放式，供樓平過租屋啊 ！Hello， 我係 Yanny， 今日帶大家睇一個喺青衣長安村安湖樓，性價比極高嘅靚裝修上車盤。你睇下，連門口嘅大鐵閘同埋木門都非常新淨啦。單位實用面積366尺，全屋做咗極簡現代風嘅靚裝修。一入到門嘅左手邊，業主好聰明咁做咗拉鏈設計，一拉埋就可以完美分隔開專屬嘅睡房空間。旁邊呢個位置就最啱放電視啦，因為牆身連天線位都一早幫你預備好啊。行到近窗邊位置就係廚房，呢度電磁爐同熱水爐全部裝好晒，連廚房洗衣碗都有埋熱水用啊。成排櫥櫃非常實用，旁邊亦都預留好位置俾你放大雪櫃。順便望埋個窗出邊，高層開揚城市景，採光度十足啊，成個環境好舒服。嚟到洗手間呢度竟然做埋高規格乾濕分離設計，裝好抽氣扇，成個色調配搭得好靚，好有現代感啊。實用面積366尺開放式間隔，業主放售只係222萬，幾十萬首期就可以喺青衣擁有自己嘅精緻兩口世界。想約睇樓，快啲留言 PM 我攞資料啦，拜拜。